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4月1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雅歌书第2章第8节到15节，歌罗西书第4章第2节到第5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继续的祈祷。基督徒的生活离袂开祈祷甲读经。咱会当讲这两项代志是信仰的两基石啊，欠一个是袂使。因为读经是用来明白上帝的旨意，祈祷是为着要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旧约圣经形容人甲上帝迄种亲密的关系，就亲像雅歌书所形容迄种新婚的夫妇男女中间的关系，需要互相表达爱意，真亲密的感情是分袂开的。亲像咱进入春天了后，伫咱四周围遮自然界的动物啦、鸟类啊，拢咧求伴咧做寿，要来生囝共款。亲密的关系，并且会通带来生命一直的延续。基督徒要怎样，亲像迄个新娘期待着甲新郎合意的对话共款呢？圣经伫雅歌书安尼写：我听见爱人的声，伊搬山过岭，我来奔跑来。我的爱人亲像羚羊啊，亲像鹿。伊徛伫我厝的墙野边，伊对窗仔口探入来，对窗的格内面来偷看。我的爱人我讲话。这个去用譬如做新郎的上帝嘛，安尼宣告讲起来啊，亲爱的，我的美人，甲我做伙行吧。你看，冬天要过去，雨期得要过啊，交我百花来盛开，鸟仔唱歌的时阵到啊！伫田野中间已经会通听到放假的声，无花果也开始成熟啊，葡萄树也开花来放出香味。起来吧，亲爱，我的美人，对我做伙行吧。我的粉鸟，伊觅伫大石头的棚空内底，互我看你的面容，互我听你的声，因为你的面容美丽，你的声真美妙。要掠条狐狸，遐个创歹葡萄园的细只狐狸，因为葡萄树拄咧开花。耶稣基督，伊每一摆在面对困境的时阵，伊总是会退到去旷野来祈祷，可见祈祷的重要性。特别伫受难日的前一暝，耶稣基督也带领着门徒到伫克西马尼园祈祷。路加福音形容耶稣基督所面对的困境，伊讲：耶稣出城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对伊去。到伫迄个所在，耶稣对因讲：恁着爱祈祷，免得陷伫幽隙。因为安尼，耶稣就离开因，约略伫一块石头迄去的距离，跪落来祈祷，讲：爸啊，若是你愿意，将这个苦杯刷走，但是毋通照我的意思，爱成全你的旨意。
有一天，天使对天来向伊显现，加强伊的力量。伫极度的即个伤心艰苦的中间，耶稣搁较恳切的祈祷。伊的肝亲像大智慧落伫咧涂骹。后来耶稣基督祈祷了后，去到伫门徒遐，却发现门徒拢咧拄久，拢咧困。虽然路加真客气讲，因是因为忧伤过度来困去，但是事实上，因就是因为无够警醒，也好那亲像耶稣基督安尼对这个门徒讲。祈祷后，耶稣起来，转去到门徒遐，发现因为忧伤过度来困去。伊就对因讲：“恁为什么困去呢？就起来祈祷吧，免得陷入伫忧郁。”所以，祈祷是避免苦难的唯一的方式，是上好的方式。基督徒应该爱警醒祈祷，不但爱警醒祈祷，更较爱持续的祈祷。持续无人芳的，因为好的关系是袂当有人芳的。保罗对哥罗西教会基督徒讲：恁祈祷着爱持续，着爱警醒，对上帝存感谢的心。恁也着为着阮来祈祷，求上帝赏赐阮传播信息的好机会，通得到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现在就是为着这个工作来坐家的，请为着我祈祷，互我会通尽责任，将这个奥秘来讲明。恁对甲这个非信徒来往，爱有智慧，着爱把握机会。这是回应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讲的话：起来，祈祷吧，免得陷入去伫忧郁。基督徒怎样来表达咱的信心？怎样表达咱信靠上帝的诚心？当然是透过祈祷。记得迄一天，天使洗咧约翰的老爸撒加利亚祭司所讲的话。迄天对天使对伊讲：撒加利亚毋免惊吓，上帝听你的祈祷，你的某伊丽莎白要为了你生一个囝，你要替伊号名叫做约翰。你要欢喜快乐，侪人也要因为伊的诞生来欢喜。伫主的眼中，伊将来是一个伟大的人物，薄酒、厚酒伊拢袂啉。伫舞台的内面，伊就要互圣神来充满。伊要带领济以色列人归回主因的上帝。伊要做主的头前来准备，伊坚强有力，亲像先知以利亚同款。伊要互父母甲儿女重新来和好，互背逆的人回头，行义人明智的道路。伊要帮助人民来赢之主。上帝赏赐予撒加利亚甲伊丽莎白一个囝，是因为上帝听见因的祈祷，并且讲是听到，是迄种有回应的听到。所以讲到着祈祷，常常听到兄弟讲：“哎呀，我袂晓祈祷啦。”阁有人讲吼：“
长老祈祷，牧师祈祷较有效啦，上帝较会听啦。其实这是完全错误的想法，因为对圣经内底从来无有安尼讲啊。耶稣基督教是咱的祈祷，只有安尼甲咱讲，阮伫天里的爸。就是讲每一个人家己甲上帝建立迄个爸囝亲密的关系，即种的基督徒的祈祷就会互上帝来听见。所以基督徒爱积极的祈祷，持续的祈祷，无浪芳的祈祷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你是我的避难所。我要对上帝讲，你是我的主，只有你是我幸福的源头。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，甲因做伙是我上大的欢喜。去对别个生命的人一定会加添痛苦。我毋参与因的限制，嘛毋敬拜因的生命。上帝啊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是我的福杯，你固守我应得的份业。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，我得到的产业实在真好。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帝，迷是我的心指点我，我不时感受着上帝的同在。伊伫我的正边，我袂摇动，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肉体安然自在，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互你忠实的子民落去伫深渊。你会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伫你的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，伫你的正边我有永远的快乐。感谢主教阮祈祷，也教示阮着爱听候的重要性。恳求上帝帮助阮有耐心来持续祈祷，甲你建立亲密细正的关系，耐心的听候顺利的旨意。感谢主，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